啊，毋过面对的方法，毋是强强要叫别人放弃因的权利，啊来保护基督徒伫世界的权利，毋是安尼做。规本圣经拢无安尼教，是基督徒甘愿欢喜即款的前世下面来受苦，用性命的实践来创造迄个上帝国伫这个世上，不是用武力，不是用政治，不是用媒体，不是用法律去造一个上帝国啊，保护基督徒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美国哪一州啊？去年通过一个法律，牧师如果拒绝为有一种人证婚，牧师如果拒绝为一种人证婚，不用被关。你讲太好了，大家都要移民去那一州，很多牧师都想移民去那一州，比较安全呐、好，我如果不愿意帮人家证婚，我不会被关。这叫做可耻。真正的牧师是安那？我若徛伫我的信用，我无爱做这件代志，我无爱做的宏观，我就安那，我就来宏观。哎呦，讲啊遐大声。好啦，无咱来等看卖啊，看陈世豪牧师也可以用乖袂吼。这确是耶稣基督的教示。这个牧师千万唔通为着无爱互乖。开始去甲在政治家妥协，然后弄出一个法律保护家己伫世上。迄若耶稣底下一定哭，一定哭，一定大声啼哭，因为这学生无爱跟缀耶稣基督。各位兄弟，伫这个世上，咱会有苦难，啊，毋过毋免惊。爱勇敢，咱会所信耶稣基督，较赢这个世界。所以上尾咱来看，既然各位兄弟，咱是地位悬的人，咱是有大有能力的人，咱是知影通行到要死的人，所以咱得爱谦卑，咱得爱温柔，咱得爱勇敢。这是咱伫这个中秋节主日看到这段经文，耶稣基督伊的性命的款式，伊所显现出来，伊一个水的模样，本来是上帝，取奴仆的形象，成做人，甘愿受苦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面。这是一个中秋节的主日，主耶稣基督成做人正人的款式。耶稣没有去跟比拉多说：“比拉多，你就立一个法，可以保护我不用上十字架。”真可惜，今摆基督徒已经在做这款的代志，所以嘛，咱正人拢转来上帝的话内面，佮一家来思考。咱的地位、咱的气力、甲咱的行行，用咱的谦卑、用咱的温柔、甲咱的勇敢来面对这个世界，同心来祈祷。